还行吗？行，行。什么行？上京城啊！啊，好。跟你们南庆、京都比呢？各有千秋。这鬼鬼祟祟怕什么呢？哎，不是，我怕他们把我认出来。齐国人和庆国人长相上没什么区别，不用担心，你光看脸看不出来。你再发。不是，你知道我在秦国多出名吗？我爹是范建，洪武尚书，司南伯，像你们这异国他乡的，我这高贵子弟多危险啊！我现在开始佩服你们姓范的了。谢谢啊，走了。等会儿，你刚叫我什么？爱听这个，那我只能在这儿这么叫你啊，嫂子。哎！你哥是怎么说我的？还用他说吗？整个庆国都传遍了。我都懂。你懂个屁呀！我告诉你，这是在齐国，你别胡说八道，别叫我嫂子。齐国还瞒着呢是吗？没瞒着，已经说出去了。我跟你哥就什么关系都没有。没有，肯定没有。哎呀，行了，嫂子，你就别瞒着我了。我跟你是一头的，我向着你。你什么就跟我一头的呀？你没见过京都那个嫂子？那个嫂子天天病病歪歪的，特没精神，跟红楼里的黛玉似的，哪跟你似的，是吧？你又特别壮。我告诉你，我帮你哥主要是因为他接手了内库。我们齐国跟你们庆国毕竟是有生意上的往来的，明白吗？啊，如果你们庆国内乱的话，我也是乐见其成的，懂吗？就完全不相信是吗？跟上。上哪儿，嫂子？就这儿，进去吧。你们庆国在上京城安排的铺子。干啥使的？指挥暗探居中调度，你哥让我把你送到这儿。哦，指挥暗探。对。这种地儿我哥都告诉你，那你俩指定是好朋友。该帮的我都帮了，你好自为之。人呢？偶感风寒，不以待客。你要什么自己看啊。罗宝坤，范思哲。哎呀，这玩意儿，来，你这要啊！你哥呢？嫁的吧？不知道，他没来，你来干什么？我帮你啊！你别胡闹了！你知道这是什么所在吗？啊！我大庆暗探，所有行动都靠我指挥若定啊！这等要紧差事，你别跟着掺和。反正你要能来，我也能来。这话说的，严冰云知道吗？知道，监察院四处的吗？不是，那样的人物，在北齐可都失了手啊！你再看看我啊，在我的布局之下，这个小铺安然无恙，仿佛潜于九渊之下，毫无破绽。这般手段，你还敢小瞧我啊？
还是小师妹会吃，酸辣加水果真不错。师兄，怎么想着来看我了？陛下叫我来的，他就想问问范思哲是不是送到郭宝坤那个油铺去了。连陛下都知道这个油铺了。哼，何止，满朝上下各部官员，现在谁不知道？别说他们了，咱们老师成日清修，足不出户，现在都知道那个油铺了。陛下特意说了，郭宝坤是人才，千万得留住，可别换个聪明的来。那容易，假装没发现他不就行了？哎呦，难呐！做事太不小心，漏洞都出现的那么突然，要假装不发现还得合理，太难了。没事儿，咱们齐国上下用心帮衬点儿，务必保住这个郭宝坤。这北齐锦衣卫，在我看来，就如同草鸡瓦狗一般。上京城谍网如今在我的掌管之下，万无一失。哎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现在禁军巡城都不打我这儿过了，可见我藏得多好。听着倒是挺厉害啊，总感觉哪儿不对。哪儿不对？你说，你尽管说。哪儿都对，哪儿都对。既然呢，你哥让你跟着我啊，那我就给他个面子，你好好学学，也多看看。这样，下回踏青你跟着我们一道去。什么？踏青？跟谁啊？暗探啊。按他们平时还能踏青呢？怎么了？大家身处险境，背井离乡，难免心生忧惧。那我就想着，没事我们可以聚一聚啊，踏踏青，吃吃饭，哪怕一块看看书也好呀。这样，我是说，万一呀，就是你跟这些暗探们正欢聚一堂的时候，北齐给你们一网打尽了怎么办？无人察觉异常。由此可见啊，我郭某天生就是暗探之才，你哥算是挖到宝了。好，可惜了的呀，你也要回去了。回哪儿去？回京都啊。我哥让我来找你，就让你回去。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反正说是之前跟你有什么约定，答应你了要救你爹一命。真的啊？说时机到了。他说让我做什么了？我不知道，你自己问他去呗。那这儿怎么办？交给你来接管。我交给我怎么了？不就天天带他们游山玩水的聚会吗？但是啊，这次我得先送你回去。行，干嘛？哎呦，这都什么呀？这是，咱不着急吧？现在收拾东西，马上就走。咱不再谋划了？有什么好谋划的？路上那么长时间呢，可以慢慢想啊。出其不意才能杀敌于不备啊！只要动作够快，敌人根本反应不过来。郭宝坤跟范思哲离开了油铺，朝城外走，还背了行囊。是一出门就被发现了，大伙都守着呢。这是要回庆国啊？看着像。怎么办？放不放？我哪知道？哎呦！要不你去问问陛下，他不是要留着郭宝坤吗？陛下说了，范思哲和郭宝坤的事儿，你做主。有人顶郭宝坤的位置吗？没有，走得很突然。要我看还是放了得了，留着也没意义。这留个好印象，万一下次来的还是他呢？哎呀，我不管，我就是个传话的，你定。你们珍惜一下圣女好不好啊？别什么事儿都让我干，你们个个多悠闲，我是圣女啊。贤？哦，对了，陛下让你有空给范闲写封信。我给他写信干嘛呀？问他一下，回南京这么久了，这红楼一卷也不更新，属实有点过分。
天天就知道看书。放人。是。我跟着去看一眼。他自己怎么不写？为什么让我写？范闲啊，范闲怎么了？你不是跟他说得着吗？我跟他说得着个腿儿啊！哎，小师妹，你已然是剩女了，言辞注意优雅点儿。我跟他没关系。我跟他有关系。你们，我烦死了！小师妹，记得写信，信里催更。快停车来！圣女，怎么样？一路上鬼鬼祟祟的，好像人觉得发来有问题，不过被我们按下来了。车哪儿来的？和马航租的，租到哪儿？租到边境。就直接说去边境，半路换个车都没想过。可不是嘛，车马航老板当即就派人报了官，不过被我们压下来。敢问圣女，是让他们安全回到南庆吗？没错。那我们得跟随一路啊。辛苦你们了。一切正常。刚才你还挺聪明的，居然说去边境，没直接说去庆国。随时保持隐蔽，是咱们作案探的第一要务。我还挺有天分的吧？死者啊，看来你也是可塑之才。郭兄，先前确实对你有些唐突，直到今天我才明白，为什么范闲敢把你一个人放在北齐。哎呀，大庆如若都是你我这般人才，何愁天下不定啊？郭兄所言极是啊。哎呀，这银子给够了，这2楼啊就清场了。来，尝尝这酸辣。苏州这边就是要精致一些，餐酪里还放些水果。比京都的好。今儿来找我的高手还真不少啊？是吗？在哪儿呢？你看啊，那个，这边，这一位，都是。老师，此言何解？那边那2位是用剑的，这个呢，扁担里怕是藏了杆大枪。这一位，看着没带兵器，走的是拳法的路数，起码都得有8品。这么多高手啊，还真没见过。哎呀，殿下可以呀，还真是临危不惧，颇有胆气呀。老师何等人物，肯定都在意料之内，是吧，老师？这世上哪有那么多料事如神啊？这一位，我就没想到。这位可是9品呐，而且是9品里数1数2的高人。这江南怎么会有这样的人？他这不是在钓鱼，这是剑术，是剑的剑。这天底下也没几位，那这位是？
家主，家主，家主，范闲酒楼闲坐，有高手合围。若将，母亲，母亲，二殿下把谢必安留下，也没打算闲着。谢必安不说，咱们就当不知道。以范闲的身份，普通人怕是杀不了他。这世上总有人不在乎身份。总不会是大宗师吧？他得罪过东瀛城那位司顾剑。如果真的是杀了，今天就白准备了。不过仔细想想，如果司顾剑出了东瀛城，那还不天下轰动吗？八成啊，是他的弟子，不知道是哪位啊？云芝兰，四顾剑的大徒弟，祈年殿上见过，剑意未改，就是他的。那这云芝兰可是不好对付。大人，您给我透个底儿啊！一直守护着您的那位高人，他在吧？哪儿还有什么高人啊？身边只有黑旗了。黑旗可不顶用啊！待会儿要真打起来啊，我用我的轻功，咱们俩先走。哎，那咱们说个地儿，我一会儿自个去找你们。哎呀，殿下果然是很有胆气呀！老师一路上一直在叫我面对诸事，第一就是分轻重。那现在这是孰轻孰重啊？允之兰记恨老师，这就是重。我是大庆皇子，他东夷城若敢动皇子，后果承担不起，这就是轻，起码不敢动正式皇子。哦，好。云芝兰，要不是我真气没了，我还真想会会你。大人，你说什么？真气没了？啊，好吧，其实一直忘了告诉你了，咱们这一路南下，最能打的就是你吧？不会吧？鱼没上钩，收什么竿啊？这谁呀？北齐圣女海棠朵朵。怪不得老师不带师娘来江南。哦，说错了，老师肯定问心无愧。您这嘴啊，还是要学学分轻重啊。这位姑娘是北齐圣女海棠朵朵。伸个脑袋跟那看什么呢？
我看这江南好风光啊。我先跟你们说清楚啊，这事儿跟我没关系。我也好奇，他为什么出现在这儿。要不我陪你鱼竿？北齐圣女，踏足庆国。郊游不行吗？今日之事与你无关，让路。早就想领教一下四部剑门下绝学，要不今天？影子大人。哎呀，飞那么高！九品以下都散了吧。散了，散了。哎，您不能上去啊！哎呀，让开让开，上面人我都认识。哎！哎，自己人啊，姑娘请，我来蹭个饭行吗？请坐。这两位是？我们是小范大人的门生。哦，坐。干净的，可以用。这菜看着挺精致，味儿也还行，量小了点儿。你来江南办事儿？不是你让我来的吗？这话怎么说啊？你写信跟我说要交流两国功法嘛，我知道你在江南，我都给你带过来了。等会儿啊。给你。千一道心法，这不是北齐苦河的不传之秘吗？我确实给你写过信，想要交流功法，但我没想到你能亲自送到江南来。这么一，回头我也送你一本。送我什么呀？我的霸道真气啊！干嘛？那不说好的交流吗？有来有回。行。哎，这真是多谢你了啊！多久不见，变这么矫情了？不是，我知道这天一道心法到底有多珍贵，真没想到我这一封信你就把它给我了，咱俩这交情。听说你成亲了？啊？就当是贺礼了。太贵重了吧？我也这么觉着。啊？我是舍不得啊，我老师让我送的。苦河大师让你把这给我？那不然呢？难道我给你偷来的呀？这大师随礼都这么重的吗？谁让你是叶青梅的儿子呀？礼都这么重的吗？谁让你是叶青梅的儿子呀？我老师说了，这心法呢本来就是你娘的，现在算是物归原主。哪儿都有我娘。你命好。哎，刚才那边出手也得谢。这你谢不着我，那水里埋伏的那个影子才是你的杀手锏。哎，你是不是早知道那云之兰要来啊？别说云之兰了，连影子在江南我都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那太奇怪了。他水里埋伏的那位置也太巧了，怎么看也是有人泄露了秘密。我真不知道，我比你还困惑。算了，不关我事儿。
吃啊！哎，你成年之后过得怎么样？挺好的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啊，司丽丽让我问的。哦，他过得怎么样？别问，司丽丽对他来说，不再问候才是最大的安慰啊。你还是研究一下，这是鸭肉还是鹅肉？你不认识啊？说这个啊，这不是鸡吗？盐水鸡是吧？好了好了，跑慢点，跑慢点，别摔着了啊！别跑了啊！母亲，小范大人到了。哎呀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老身应该出门迎接才是啊。小范大人一个人来的？这江南再乱，明家总是安全的吧？明家誓死守护小范大人。哎，快去叫小范大人。小范大人，乖，我今儿没带糖，回头不给你们啊。快下去吧啊！母亲，您这儿还没完事儿呢。啊，再磕2个头就礼成了。大人请坐，我先陪大人聊会儿。这是哪一出啊？啊，过继之力。过继？是啊，他是我的同族，说来也算是我的堂弟呢。今日过继到母亲堂下，从此以后，堂弟变成了亲弟弟，更近了一层。他也算是幸运啊，有小范大人管理，说出去啊，光宗耀祖啊。请用茶。行了行了，礼成了，别磕了。来，起来吧。来，拿着。哎呀，从今往后，你我就是亲兄弟了。我这个当大哥的，好歹要尽一份心意吧。我呀，年纪大了，没你想的周全。啊，些许小事，若劳烦母亲挂心，我这个家主不白当了吗？你看，母亲都发话了，哎，快拿着吧，孩子们也有。来，孩子们也有啊，快来。去吧。从此以后啊，我就是你们的大伯啊！以后我做主，我说了算，听见没有？来，每个人都有。谢谢大伯。啊！谢谢大伯。拿出去买糖吧，啊！去吧。母亲，家事已了，该正事了。你是家主，你决定就是。小范大人，请上座。哎，这既然礼都成了，还跪着干什么啊？今日码头明某答应过小范大人，天黑之前给你一个交代。大人，此人正是那个利欲熏心、私发悬赏令的凶犯。
他，凶犯。哎，这不是你刚从堂弟变成了亲弟弟吗？动机呢？利欲熏心，八成是投名状吧。大人南下，动了别人的利益，他可能就是一个马前卒。动了明家的利益，明下哪配呀？大人，三大房隶属皇室，我们明家也就是一个帮忙当差的。所有的宫防器械、人员主事，都是由转运司监管。即便是那些商贾买卖，真正的银钱，也都是要上交长公主殿下的。说句难听的，我们明家就是被养的看门的狗，牵狗的链子放在谁的手里，对于我们都一样。您说是不是？狗也会咬人，野狗才咬人。看门狗讲究的就是忠诚。这样吧，大人，明某今日替明家表个态。大人奉旨南下，名正言顺，明家当全力促成大人收复三大房。家主的话，就是明家的话。好，好，好，这交代有了，立场也稳了，那这人怎么办呢？私发悬赏令，刺杀朝廷命官，死罪。小范大人，明家绝不徇私，就请大人对凶犯明正典刑。你们好歹让孩子先下去啊，这都看着呢。既然是凶犯，又何必要过继呢？他虽死罪，孩子毕竟无辜。过继我门下，他走了之后，这些孩子我都会当亲孙子孙女儿养着，他就不会死不瞑目。母亲宽厚仁慈，我若是他，定会瞑目的。小范大人，请吧。这是凶手，正是。利欲熏心，不错。你认罪了？认罪？认罪可就死了。请大人成全。我偏不成全。死不死的，查清楚再说。这人我带回府衙，仔细调查。哥，能不能让孩子先下去？你安心投案，配合彻查，别担心家里。孩子们我替你照顾，绝无意外。来几个人？押送府衙。小范大人来！
原来是畏罪自尽呐！大人，你没事吧？没有溅到您身上血吧？血都让你挡着了，我见什么呀？啊？这要是洗不干净的话，就得扔了，换身新的。哎呀，太浪费了！你看这好好的一桌子菜。哦，大人，那这尸首，你还要抬回去吗？这都畏罪自尽了，我要个尸体身上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就把我这个亲弟弟的尸体抬出去安葬，宁某去就回。范大人，大人筹银送灾民回家，叫人钦佩。此等善举，民家绝不能落于人后。待会儿再聊善举吧，这血都没擦干净。诸位乡亲，该说的也都说了。明家行善，刻不容缓。大家都干了吧，干了吧。家主，家主，大家都是自愿投效的乡亲们。是。怎么很多人看起来那么面熟啊？都是为了咱们闵家族啊！好，老伯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是的。辛苦了。明兴达替明家谢过诸位父老乡亲。人无信不立。诸位乡亲，我明家说话是算话的。这碗酒之后，你们的家人就是明家的家人。别的不敢说，只要明家还在，管保他们衣食无忧。乡亲们，往生再见！感谢家主，家主大恩大德。
你要说的话很多，但吉时已到。诸位，一路走好。小范大人觉着干净了吧？事儿办得驾轻就熟，家里没少死人吧？大家族，生的多，死的也多，习惯了。人数别弄错了。家主放心，加上您带来那个，正好一个都不差。后续都安排好啊？都安排好了，他们都是自愿的。要不是数量有限，那想死的人多了。毕竟家人一旦被冥府收留，那可就是改了命了，是想都不敢想。赶紧装车，时间不等人。是，马上送到转运司。作孽呀！动作快一点啊！动作快一点。谢先生，您找我？我没找你啊。哈哈哈，谢先生啊，这个屋啊，要多开窗，勤通风啊。谢先生，坐呀。请。听说范闲来了。啊，是。老太君的意思，非要给他一个交代，说是悬赏令一事如不早日解决，我明家就会有灭门之祸呀。谢先生，不瞒你说，我已经劝过他了。名义上我是家主，可毕竟人微言轻啊。什么事儿都是家母说了算。令堂这话其实也没错。谢先生此言差矣啊！为人处事当光明磊落，岂能手鼠两端呢？我明家既然已经投效了长公主和二殿下，就不能再与范闲多来往。我们是要避嫌的。明家主心里记得这道理就好。时刻未报。先生放心。明家对范闲只是虚与委蛇，以我刚烈的性子，就算是把我们明家斩尽杀绝，我也不会给他好脸子看。倒也不用过于担心，我也给你透个底，2天之后就是范闲的死期。2天？此话何解？长公主登门访客，已然事成。
那谁来杀范闲呢？别问太多，等结果就好。明白，明白。有您这句话，我就彻底放心了。这明家家主实在是太不用心了。那边刚刚死人，范大人肯定倒胃口，在这儿还是比较亲近些。大人筹银，行善积德，明家尽管困难，也愿捐银20万两，共襄盛举。哦，这江南第一大家也有困难？不瞒大人，明家受长公主所托，代理3大坊货品售卖，常年亏空。哎呀，我们明家呀，也不停地往里垫钱。这3大坊的货物可都是独家垄断，这也能亏钱？垄断？垄断的意思就是独家所有，公益守密。哦，只是天下奸商太多，价钱不好谈啊。这货源也越来越贵啊，这更何况你们都下去吧。这何况银钱入库，都得在长公主那儿过一手，所以这内库亏空也是在所难免。老太君的意思是，长公主在其中谋取私利？这话老身可没说哟。明白，你什么都没说，我自己意会。哎呀，幸好大人来了，3大坊终于有了希望。我还以为你们会帮着李仁瑞拦我一手，会吗？大人怎么这么说呢？3大坊又不是我们明家的，在谁手里，其实对我们都一样。大人江南之行，最怕夜长梦多。明日我就让清达带大人走一趟转运师，尽快交接。3大坊顺理成章归于大人门下之后，就再无隐忧。说说看，你们想要什么？3大坊在江南，总要有人代理吧？大人，您觉着呢？有意思啊！这生意做的年年赔钱，你们还抢着想接着做？为国效力，岂会在乎个人得失？明家能有今日，绝非侥幸。仰仗国运昌隆，也仰仗大人鸿福。好茶呀，好茶好茶。你怎么还不走？范闲不会等急了？小范大人只是个过场，应付一下即可。再说，有家母在，不会有问题的。谢先生，请用茶呀。这怎么回事？
哎呀，这是怎么了？天都被烧红了，你没看见吗？哎呀，这桥子走水了。小范大人，小范大人，小范大人，出大事了！我让人去看了，好像是转运司起火了。内库转运司？正是。三大房库房所有器物，拜带工房人员，都在转运司呢。不过大人放心，我来通报之前，已经让明家上下尽数前去救火了。家主觉得这火谁放的？不会是人为的吧？毕竟烧了转运司，对谁都没有好处啊。哎呀，幸好我今晚在明家啊，不然怕不是要怀疑明家放火呀。小范大人，明家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也不敢做出这种事。我知道，当然不可能是明家放的了，毕竟我自己就是人证。不对，也不好说整个明家啊，毕竟家大人多，死的也多。不过最起码老太君和家主肯定是清白的。明某以信义起誓，无论如何，也要助大人踏清真相。这火烧的夜都亮了。你说抱月楼不再是青楼了，老师以后开着它还图什么？老师想的比我们远。老师也没说这些女子该如何安排啊。没说，应该是想拿下三大房之后再说吧。昨晚那场火，听说了吧？转运司烧成一片废墟，三大房没了。早不烧晚不烧，偏偏老师来了江南再烧。三大房没了，内库就撑不下去了，这也太巧了。我就不相信，能有这么巧的活。收获满满。是啊。哎，还有，那圆梦在江南下落已然查明。接下来不抓吗？老师自有安排。有点高深。大人，我回来了啊！哎呦，这可晦气呀！我在这火场里边啊，转了一圈，这三大房的仓库啊，都烧尽了。什么也没留下，这火灾原因啊，不好查。人呢？都死了，但这尸体数啊，我查了，和三大房的人员数都能对得上，一个都没少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一个活口都没留。这尸体啊，我也查了，我觉得啊，这里边有蹊跷。我一共查了2具尸体。这喉咙深处啊都没有烟尘，这说明啊他是死后才烧的。但是呢，我怕打草惊蛇，所以呢就只查了这2具。这火灾啊一定不是什么意外。具体线索有吗？烧得很干净，什么都没留下，没什么线索。你觉得三大房意味着什么？内库，还有无尽的财富。那烧了三大房，对谁有好处？对谁都没好处。所以说，这把火烧的只不过是三大房的名字。名
您的意思是，这里边另有玄机？老王辛苦，守住后门。这把火要是真有蹊跷，这消息就该快到咱们这儿。我这就去。范闲回到住处，再无外出，毫无动作。他住哪儿啊？抱月楼。就是京都的青楼。对，京都青楼的江南分号。孩儿从来都没有去过，只是道听途说。看来小范大人正气凛然的，也逃不过酒色财气。我还以为他会大张旗鼓地查这场火呢。这把大火，前前后后烧的是干干净净，就是查，他也无从下手啊。我看他可不好骗。猜疑肯定是会有的，不过于情于理，咱们完全没有必要冒着毁家灭族的风险点这把火，没有动机，自然就不会怀疑到明家。那不可能，这要是被查到，全族的脑袋都得掉光。那明家也不是傻子呀，师兄。怎么就不可能？才能通神啊，殿下！可这跟点火有什么关系吗，师兄？我执黑子。为什么你执黑子啊，殿下？啊，因为是殿下。那行，拆迁吧。我还是觉得那场火它就是个意外。可我就觉得是明家放的火，明家暗中染指三大房多年，老师奉旨接手，明家必定不愿呀。可老师已经到了江南，这三大房交了还是烧了，他都不属于明家了，他为什么还要铤而走险？这可是杀头的罪啊！若是库房早就被明家一点点搬空了，是不是就说得通啊？老师，我明白了，这场火是明家故意做给世人看的，他们想转移三大房，然后独吞这些财富。哎，人能为财富贪婪至此，还闹出那么多条人命来，他不怕天国律法的吗？那可是江南名家，你怎么把人想的那么坏呀？他都不是我把人想的这么坏，殿下，是人为财死，人性就是这样啊！空口无凭，我不信，有这样的事儿吗？有。殿下有所不知，我就是这样。我的家，史家镇，就是这么被烧没的。府衙送来的报灾文书上说，天干物燥，意外起火。一镇子的人的殿下，全死了。他们不会跑吗？然而他们就用意外草草结案了。我不相信。您觉得呢？您觉得是意外，还是人为？对不住啊，师兄，我不知道，抱歉，戳到你痛处了。你不明白的事情有很多，财能通神，也能使人。